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真欢喜呢，要来邀请到阮本会来自教会赵显哲甲伊的太太求主姊妹赵恩金嘛，要来咱节目中间彩色人生这单元内底呢，甲咱做来分享到耶稣基督伫因身上甲因个人的恩典来分享，互咱听众朋友知影，上面也咱做一个参考啦。咱早讲耶稣基督救恩呢，要普及万百姓，要互所有的这人类来领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拢会当得到拯救。不管讲你是王公贵妇内面的人，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咱若是愿意来查考来谦卑领受耶稣救恩的，拢会当来体会到这位造物主、咱人类救主的一种救赎恩典啊，上面呢，伫咱信仰生活中间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瓦靠。赵恩姐已经入边啊，咱请赵恩姐甲咱拍一下招呼一下。赵恩姐你好，空中朋友大家好，我真欢喜有机会遮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伫阮的家内。啊，即马伫喜信的边仔呢，也有赵恩姐嘛，咱请赵恩姐嘛甲咱拍一下招呼一下。主持人你好，空中朋友大家好，真感谢主，因拢是拨出真宝贵时间来接受喜信的采访。咱听着声，咱毋知讲伊对来咱议员来请因做一个简单一个介绍。我请问赵恩姐，你是倒位的人？我是河尾人，住伫河尾啊，恁祖厝伫河尾啊？河尾。我请问赵恩姐嘛是对人啊？我伊草屯，总是要是天地的精神啊，会当食做夫妻南北也是安尼相差着百几公里。我请问赵恩姐，你较早捌做过啥种工过？捌去做炭工啊，也捌做生理，即马现出是咧切割。咱以前河尾算一个庄稼所在嘛，恁敢无种田？阮有种田。伫你工作顶面讲起来人生嘛是行过真济这个阶段嘛。咱听讲你较早捌做这个炭工的这个工作，这嘛是很真特殊的工作。嘛捌去这个市场做生意，甚至捌搬去到高雄去做自助餐，搁搬过来咱岛南遮嘛做自助餐做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搁伫河尾市场遐，也捌做过小生意因为时代一个变迁咱这种各方面这生意讲起竞争嘛真大。后来你也是有一个机会来到中部遮嘛，你来到中部了，就开始做啥物工作？做迄款切割，就是讲人咧建筑，若是有迄边灌浆灌好要做其他塔门啦、门啦还是讲要挂空啦咱就需要去甲用这个机器甲挂你就做这个工课就对了。这嘛非常的粗重咧嘛是爱小可一点仔功夫啦，所以也真感谢主。我请问赵恩姐较早咱讲住一个河尾，这河尾我所知影嘛是算婚姻观嘛咱讲家己婚姻这个所在拢是安尼，较早这个民间信仰，还是一般咱台湾这个传统信仰。所以咱一般嘛会想讲，咱这节目是一个福音广播节目，咱主要就是见证这位造物真神，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咱真正好奇讲，恁会来信耶稣，最主要正开始是因为什么原因？阮厝内底安尼足无平安的，迄个无平安就是讲，阮妈妈、爸爸、大兄拢气骨喘，真严重。较早的时代，气骨会当讲是安尼无药可医呢，一直到今日嘛是同款会当用一寡物理治疗啦，一寡药物的控制甲改善咱的生活环境。像咱较早的时代啦，几十年前迄个时代，庄稼所在讲起来卫生啦、环境啦、大的所在，比较较那阵这个气喘啦气骨这是真歹治疗。当时是这个医疗啦，还是讲特效药嘛真少，所以讲起来这个病啦，真正治疗了迄真正是开机会。佫无一定医会好，敢毋是安尼？所以伫这个情形之下，你定定看到你的爸爸啦、你妈妈啦、你的大兄啦，因定定是毋是安尼喘甲非常严重？有当时喘甲昏去喘甲昏去变小可就对了煞无咧呼吸就对啦袂记咧呼吸啦你喘伤紧走伤紧煞怎向甲 stop 甲动起来这讲起来是真危险的，所以讲起来这也是真艰苦，伫生活内底真无方便、真艰苦的一个代志伫遮的时阵
我请问一下，你伫细汉的时阵看到讲爸爸妈妈、你阿兄，就是安尼过着迄种戏剧的生活、气喘的生活。啊，迄个时阵吼，你细汉的时阵，你有看见讲，你爸爸妈妈是当然是去找医生嘛？除了找医生医治疗以外，咁还有讲，佮做啥物种的这治疗？拜祖先啦。阮爸爸伊是七个兄弟仔啦，阮爸爸是上大的啦，因为较早拢大囝拢住大病，囝拢互阮做大囝的人吼，一个使用。7月15，阮妈妈就安尼拢会安尼去拜公妈，无就安尼一年咯，拜一遍啦。拜了吼，结局原来无得到平安啦，甚至拜甲讲安尼，阮这个厝内底吼，阮爸爸因七兄弟仔吼，安尼上善。佫上无平安的啦，实是拜甲足可怜的，拢袂当得到平安。咱感觉讲安尼足奇怪。咱一般掠做讲，若真有啥物困难的时阵，就是讲，咱一般民间信仰会去拜神主牌啊，还是讲伫7月15，咱讲有当时啊，若喺大拜的时阵，一年拜一届啊。一般时间吼，就是7月15爱拜拜啊，就是讲，若咱无平安的时阵，更加用虔诚啊，用更较济诚意来拜咱祖先，是毋是讲伊会当甲咱保护吼啊，甲咱看顾吼，互咱真做一个瓦壳。因为咱既然若是讲祖先，还佫有一个伊有灵性，咱一般民间信仰讲，咱若甲拜神主牌啊，甲拜也好，伊的确会来甲咱帮助吼，因为伊是咱的长辈嘛，长辈拢是听伊辈嘛，伊就应利咱嘛，帮助咱。但咱想看觅讲，咱一般民间信仰，一个拄着困难的时阵来拜这祖先，亲像恁的经验来讲，嘛是无啥物种的这特效，敢毋是安尼？像讲拜咱的祖先拜较袂平安，恁敢有搁去找其他的这神明偶像吼来真做帮助安尼？有哦，阮都搁再去找迄个神明吼，大仙细仙的神明吼，若讲对神较兴，阮就去甲伊请来问，阮的大鼎太大个吼，拢有一个。鼎足大个，拢一日拢有2摆迄个2张的，阮迄个链球啊吼，迄链球啊一个链球啊拢4个人端，拢2个链球啊安尼大一直关，常常都咧关了后，结果嘛袂当得到平安啦，这是上痛苦的。叫链球啊，叫当机吼，来做法吼，希望讲啊，这个神会当显明一个旨意，互咱知影讲啊，这个病是安怎来，这病要安怎来解脱，是毋是爱搁来做啥物法，下啥物礼，行啥物愿安尼吼，大概这种仪式大概是安尼啦吼。其实这个信仰甲看起来嘛，敢若亲像讲有一种的这神甲人的这种交易安尼，敢像讲咱若破病去找医生，医生甲你讲你这病爱偌济钱才当医安尼，敢若就嘛是有迄种医病患者甲这医生的这种关系其实敢若像种生理关系啊吼。你即摆有代志你找我你是毋是爱下啥物件？爱来行啥物件呢吼？其实若阵安尼，咱一般来讲若行的会好，大概去相信会好，对。但是咱知影讲有真济人，你下嘛是袂好，因为迄根本真正毋是讲是啥物真神。像讲这个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2章27节咧讲，人若拄着困难的时阵，因就向叉头讲啦，你是我的爸；向石头讲，你是生我的。因用骹只片来背向着我，无以面来背向着我。伊直甲讲，若遭有患难、遭有困难的时阵呢，却起来讲来拯救我吧。其实这句话是咧讲到讲，咱人有真济这个问题，拄着困难、患难的时阵因为咱普通时所拜神是真神，用叉头当作神，用石头当作神，用金银石甚至银矿物也好，叉头也好反正这个被造物件，甲刻有一个形象，就来甲伊崇拜。咱较早就是用安尼，嘛毋知讲咱人的出处是伫倒位。所以定定安尼，伫这个崇拜顶面，就会发生一寡安尼真趣妙的事。咱拄仔讲，恁嘛是共款有去找这个神明偶像其实神明偶像毋是神伫这个圣经内面咧讲，伫这个以赛亚书40章18节咧讲先知来指着讲，这所有的人咧讲，恁究竟将什么人来比作神呢？用什么形象甲神来比较呢？偶像是师傅人的著作。银师傅人呢，用着金包裹，为着伊来铸造这个银链善良人呢，献袂起啦，这种的供物就精选迄个袂当朽坏的插头，为着家己找迄个师傅，来入去迄个袂当动摇的偶像。恁敢毋知影吗？恁敢毋捌听见吗？对起初敢无人甲恁讲嘛？自从呢入这个地的根基呢，恁敢无明白嘛？神坐伫这个地球的大坑顶面呢？地上的百姓敢若亲像草莓虫共款这位神呢铺张着这个穹苍，敢若亲像万珠共款。
展开诸天呢，啊，敢若像通好大诶场平，伊互君王呢归于虚无，伊互顶面诶审判官也真做虚空啦。因多则早起哩，这个经济呢，紧也拄好则插紧伫这个地面上。这个神呢，伊一分这个气伫这中间呢，变得拢互因呢孤单去啊。这个旋风呢，也将因来吹去，敢若像迄吹沙巴共款。哦，迄个圣者讲啦，恁将什么人比作我呢？互伊甲我相等呢？恁向上仰目，看什么人创造这个万象，按照数目领因出来，因一称伊的名，因为伊的宽容，又因伊的大能呢，连一项都无缺乏。哦，所以这句经在内面吼，就是咧讲到讲偶像吼，这个物件其实毋是真实啦。好家人吼用金银吼，啊给他铸作，啊无钱的人讲啊无咱来去插头就好啊，总是嘛是用这个有形质的物件来当做神的敬拜。这段圣经咧甲因讲，咱这位神吼，一定地根基，啊伊铺中强创，啊伊或者地面上一切物件，其实拢是伊伫咧保持的。逐工使着阳光活起，互这个雨水降伫这个地面上。假使伊若无甲咱保护，你想啊，淹大水啦，做风台啦，地动，才有无的天灾啊！其实咱若是无来敬拜这位真神，真正会遮神来生气呢。哦，掠做讲话咱拜迄个做物件，其实遐个物件拢袂当来应耀神。要紧咱来应耀迄位造天造地造咱人，至于咱天顶的爸，就是生咱的神。所以咱讲基督徒敢无咧拜祖先，咱所拜的祖先是咱第一位来创造咱始祖迄位神啊，就是生咱的神。所以咱人毋是对插头来，嘛毋是对石头来，是对神甲咱做来。哦，啊，咱今日会当活着，嘛是神互咱活着，并毋是讲一般迄个神明偶像。其实迄只不过是魔神啊、魔鬼所安尼有血未血人所做成的一种崇拜行动，其实迄袂当帮助咱啥物。就啊，你较早恁厝内面拄着这个困难的时阵，你嘛曾经看到这种的事实嘛？所以你嘛是讲拜神主牌啊啦，拜祖先啦，用更较重的仪式啦，更较济神礼啦。咱嘛去找迄个神明偶像，但是先人讲较灵、较兴，咱就去甲拜，去请遐个当机，请连桥啊来做法，做一寡只，结果嘛袂当得到平安。咱一般若讲这两项若袂使的时阵，嘛是会去找神明，还是去找算命师，恁敢有过去找遮？有啊，啊尾拢是叫人来看命，甚至有命看到用要无命，像讲迄红头啊，迄红头拢安尼会讲养，我养正嘛对阮遐。阮厝内底饭碗，甲阮家到要起去，结果嘛袂当得到平安啦。做法术，恁讲相命是安尼去相命？相命就像即摆来相，就讲即个命即个命袂使，就爱再改，再换，暗换，还是讲创啥安尼，迄拢爱开钱。反正啦，讲来讲过去，就是咱祖先的这坟墓啦，无就是方位啦，厝地啦，无就是名声啦、抢犯啦、耍啦、种这个代志所以恁嘛是伫这方面顶面嘛受真济苦，真济苦咯，互伊安尼开足济钱，开足济钱诶，开偌济钱。迄当阵迄要算嘛，咱无咋算，真正是还是袂厝袂地。迄当阵都讲起来，咱都搁无钱啊，搁开迄去抑搁较无钱，散搁较散，对，结果嘛袂当得到帮助，袂当得到平安。找医生嘛无法度，找这一般这神明崇拜偶像嘛无法度，无法度得平安。所以这嘛是互咱知影讲亲像圣经内面所讲的啦。其实这相命啦，这法术啦，其实伫这位真神目睭中间较早嘛是甲遐神的百姓早就已经讲到讲，迄种物件实在是毋好去捌。像讲这个旧约圣经申命记18章第9节以后就咧讲啊，神咧甲这以色列百姓神咧说明讲，恁去到耶和华就是讲真神所属的所在呢，遐个百姓所行可憎恶的代志，恁毋通去学因为恁中间毋通有人互查某囝来敬畏，就讲将查某囝来献互迄假神啦。也毋通用占卜甲悬吊的，用这个法术也是行邪术，用美术的也是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讲既然行这个代志，拢是为着耶和华真神的所憎恶，因为啥？这个百姓行了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的神呢，就将因呢
对恁的目头前啊，甲伊赶出去。所以神有特别交代这个精神的崇拜方式上，心灵诚实来敬拜。咱一般即个假神的即个崇拜呢，就是亲像我所讲的，其实伫咱台湾内底定拢看到即个代志。尤其咱庄脚所在，毋是敢遮尔，泰国啦、印尼，反正全世界什么所在自古以来嘛拢有遮个代志，是警察讲方式安那，迄个神明偶像名称安那，无共款尔。其实伊的崇拜仪式大概拢是安尼，因为是出自一个团体，就是啥，迄魔鬼邪灵伊所迷惑所做的代志。所以当年逐个时代逐个民族被迷惑的大概拢是即种情形，用安尼伫咧崇拜，其实这拢袂当得着平安。后来，恁伫即种安尼走投无路，所以医生也无法度拜偶像啦、拜祖先啦，甚至去算命啦、解运啦，用着各种物件要来排除这个冲煞的事，结果嘛袂当得到平安。后来神来得到平安。因为阮爸爸伊当时人甲报道理互听，伊嘛无爱来信耶稣。后来佫无偌久阮爸爸就下久就死去。佫再来就是讲，阮妈妈甲阮大兄，伊嘛是抑佫共阮，抑佫在迄个病啦。后来阮一个阿姨，原来信耶稣，伊就是信耶稣来得到平安啦。来甲阮介绍啦，介绍了后，阮妈妈伊才开始来信耶稣啦，来听道理。阮妈妈伊迄当阵要去听道理的时阵，国行路的行差不多有他6-7公里远嘛，真欢喜是咧行，去听差不多几礼拜他3-4礼拜迄中间啦，就得到平安。伊就会当去身体勇行下久，就感觉安尼一日好去啊。好甲讲安尼会当去共烧草，当去共做小工，有个小工赚的钱来维持这个家庭啦。伊这病然好起来了。本来阮阿公伊嘛讲，新的无息，旧的无灭。袂使去信耶稣，毋过是迄个家庭足无平安的时阵嘛，钱嘛开了啊，甚至开甲欠人真济啊，要趁钱嘛无法度啊，迄个时阵阮阿公就讲好啦，无恁若要信耶稣，恁去啦，去听几礼拜尔阮妈妈伊的病，甲阮大兄伊的病，就安尼渐渐好起来，就会当去做工啊。阮阿公伊看着讲，安尼耶稣神安尼遐敖。安尼干那去听道理也无开钱啊，安尼会得到平安。阮阿公伊就帮助讲，哇，即摆拜6节的到就叫阮妈妈讲较紧的，当时拜6爱较紧去教会伊就帮助阮来信耶稣啊。较早是讲安尼，新的无息，旧的无灭，无爱互信耶稣。好，等甲迄个这神的恩典来临到阮厝内底安尼，互阮阿公看到，阮阿公就感觉安尼真好真好，甚至阮阿公嘛帮助阮来信耶稣。是，所以咱一般。伫咧拜神做一种平安的信仰的时阵，掠做讲要互咱平安的这种信仰，定拢爱开足济钱用足一足复杂的代志结果毋知影讲信耶稣咱免开半仙钱，都敢来听道理向主耶稣学落祈祷你也试看卖，安尼就好去这简单的代志为着种这个旧的无灭新的不灭这种的理念这种台湾这传统的这民间信仰，到底是完全对咱有帮助是对毋对，拢无去了解去查考所以讲起来行足济冤枉路，不但冤枉路若是讲佫有机会来信耶稣这真好，若无真正甲有一天离开世间，咱讲按着定命，人有一个死嘛，但是死后佫有审判呢，毋是讲我死就煞，将来咱也无信耶稣，这罪无得到赦免咱袂当借着耶稣基督保护来得到赦免，罪还佫存在的时阵，毋但干那今生治病尔，咱这灵魂呢，这个罪恶的病还佫治掉咧这将来呢，就爱受永远的这个刑罚，非常的可怕。但是大家拢毋知影，所以借这个机会甲咱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呼吁，希望你有时间呢，真正爱来查考圣经耶稣基督伊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伊也是咱的大大的救赎主，创造天地万有，铺张这个穹苍，创造咱人类，佫是救赎咱的主。大有能力，咱今日人来我靠伊，今生得到平安。咱人来信耶稣，将来呢，灵魂呢会当得到耶稣基督这救赎来进到迄个美好的天堂。若真有诶，真正毋是往生呢，往死呢，往去西方，西方就是落山诶所在嘛，是一个阴诶所在嘛，是一个暗诶所在。咱往生还往为天顶遐去，往为耶稣遐去。所以恁妈妈安尼一直甲伊离开这个世间，真正安尼去甲主耶稣遐安息这段时间伫世间诶日子无过好发感谢。我有一个真大诶感觉，就是讲，因为阮大兄甲阮妈妈伊来信耶稣了，伊真有信心啦，真倚靠神诶心安尼神真是将伊迄个下骨病安尼像安尼甲念回去安尼讲法，安尼注意来信耶稣。
甲伊80几岁离开世间的时阵，拢无搁再发作啦。我感觉这实在是真正大恩典。伊是几岁来信耶稣？阮妈妈迄个时阵，她40几岁。40几岁来信，我搁活到80几岁，讲起来嘛真长寿吼。人生70强壮，去到80吼。但是这中间吼，这真正是满有主耶稣恩典吼，所以你嘛看会出来吼。对啊，即马是讲，这信仰是家己个人向主的追求，像你爸爸的到尾嘛是不爱信吼，后来恁妈妈竞选着这个主耶稣恩典吼，这个救赎恩典的含了兄吼。佫讲到这样子，你毋是讲伫迄个当时时你就信耶稣，你嘛是共款是警察讲对迄个阵开始你就无咧拜拜，无甲人做这种神明偶像这个崇拜这活动。为什么当时时你无甲你妈妈做伙来相信耶稣？当然，迄个时阵，因为我较年轻的时阵，拢安尼感觉啦，感觉讲免信耶稣啦，咁啦做好就好啊。我的感觉是安尼。你讲起来嘛，足侪人有这个想法啦，吼。想讲咱就莫有啥物宗教信仰，咱对得起良心就好。对，咱若无违背这个世间的律法，这个法令，若无去共偷，无去共抢，何必有啥物信仰？当这是你的想法是安尼的。像这种情形内底呢，后来恁先会来信耶稣。后来就是厝内底吼，阮这个小家庭吼，就是阮后无平安啦。我相信讲咱赵文杰甲赵文姐嘛，恁两个结婚进前，拢是算无信主的人嘛。像安尼，恁家庭嘛是一般民间信仰。对啦，迄阵啊，我细汉是阮是大人是拢真后拜，人对神明较兴啦，啥物吼，对，伊拢会去安尼啦。是。但是迄阵啊，经过无偌久，我就拢去伫后尾，阮也植遐，阮也植足疼啊哩，留我住遐，叫怎呢？厝边有媒人咧介绍啊，所以才甲阮先生来结婚啊吼。迄阵啊是无信道理啦，伊无信，因妈妈有信。结果迄阵啊，我会信，就是阮咧做斗人做生意吼，阮咧厝边有一个咱我甲阮大家人共款耶稣教会，迄学仔囝真有爱心，定定拢咧讲道理互我听呢。但迄阵我拢也无爱信，我嘛足气拢无爱信。讲我信啥物嘛共款，人也莫做歹就好啊。你的观念嘛安尼。观念就是啊，足气就对啦。有讲迄阵啊，阮一个查某囝吼，算讲出世就已经4岁啊，拢也无平安啦。人神明嘛直直报讲爱看坟啦，爱安怎？结果嘛是拢无效，爱看10几冬，个嘛是拢无效安怎呢？迄学仔囝真有爱心，一直甲你讲，一直甲。鼓励，你见证互我听。讲你著来参考看嘛。一去教会有影听道理咧讲吼，实在是足有影。所以迄阵我才会参会囡仔拢来洗礼，甲阮一个阿嬷，安尼吼，阮阿嬷80几岁，嘛身体无好，阮阿嬷甲阮来洗礼了后的时阵，阮阿嬷100几岁，身体也真健康，也免牙拐啊，免挂目镜，拢真勇行咧。感谢主人伊。去教会吼，真天性啦，知影讲传道咧讲啥，但伊听无，但伊拢真面来祈祷，求神保护伊的健康。但伊有一日要转去的时阵，伊就知影，就水啊所互伊安尼真平静，无感觉伊艰苦，也是伊感冒啥拢无。敢若有一天就问阮的孙婿讲，今仔当时，因为今仔拜六啦，因为拜六我就聊聊就耶稣要吵我来啊。真不知不觉就知影困去啊，所以你无艰苦着，无艰苦着，主要所互伊开活才平安、健康的老大人。像这拢是你开始吼，拄着这困难啊，所以感觉人甲你报这福音报这道理，甲你见证真侪这恩典互你听吼，所以你有迄信心，这一连串的这拢互你看到，讲主要所基督吼，甲你救甲你安慰吼，你真做瓦靠。除了这以外吼，你的身心当然是正开始嘛，是你家己一个信心嘛，是本来囡仔信嘿。本来迄阵阮是也无要信，阮不是冤家啊，结婚了后，会当一天上无嘛，要冤4摆。好安尼啊。伊真后厝啊，我做细人厝啊。这边若开嘴若歹嘴骂，阮就冤家啊。甲闹甲闹。爱相拍无？也是敢若讲话尔。是大声尔，我来。我也歹性地啦，伊也歹性地，拢会一定冤啊。所以伊拢甲我骂讲，你去信耶稣啦。我才袂去信这啦。有一天，学仔囝直直甲我勉励我讲，你听道理的代志。
我才有去，到尾我结果说得相信，去信了1年。所以变做讲，赵文杰啊，因妈妈甲因阿兄拢信啊吼，连到伊是即个厝内面算有即个基督教的即个环境啊吼，但是结果伊无信吼，反倒等来恁两个结婚就组了一个小家庭，拄着困难的时阵吼，才来相信。我等到你较早信就对了。我较早信，我加信了1年。你信了有啥物改变无？是你带领你的头家来信。我信了吼，感觉讲有影真好安尼啦，我就真有迄个信心追求神安尼。按照伊讲有迄个信心祈祷安尼，神每一日看顾会保护咱大大小小当平安。所以我就鼓励来信。伊毋说你若无信哦，伊拢较会要去弄球啦，一寡歹行为拢会要去。所以拢鼓励伊来信。经过1年，伊就来洗礼啦。信了后呢，我就每日拢安尼敬拜神安尼。是看过阮一家来。我即摆要来请问赵文杰啊，当这时呢，赵文杰嘛，伊甲你介绍讲已经信耶稣啊，你佫经过1年才来信即个中间你即个慕道的过程啦你即种要来信耶稣即种决心到底是安那？因为第一项我是阮太太伊，本来较早阮还无信耶稣，阮太太拢安尼。我若参我拢请了冤家啦，即无信耶稣即个家庭会使讲那像地狱啦，乱糟糟的。伊就是安尼冤家相拍，刚就安尼打架了。我若家一人要甲拍，伊嘛家一人要甲拍。安尼啊，大家拢无认输的对。足无喜乐的啦。后来神的因电话啉到阮太太的时阵。伊去听道理，我神感动伊，听一解道理呢，感觉足好诶啦，伊就较紧啦随时就去洗礼啊。伊要洗礼的时阵，参阮阿嬷甲阮弟夫因拢总一家8人，伊甲带来洗礼。感谢主。了后洗礼了后我爱不爱信我无爱信阮太太讲起来，伊信耶稣虽然是性地迄个歹，不过信耶稣了后，听耶稣的道理了后伊种改变啦。我即马就像要甲冤家介绍拍，我若甲伊拍，伊嘛袂甲我拍。安尼啊，因为伊信耶稣啊，伊安样我伊就照耶稣的道理安尼来对待我。我有一天伊就要招我祈祷啊，我就起困啊，我爱祈祷，我爱插伊啊。伊就安尼。就安对阿妈讲，安尼甲你摸起来，那像你抱囡仔安尼。安尼。我一日请来甲你抱请来安尼甲你抱你放外眼心肝都会软。是啊。当我抱你个电就起来甲伊祈祷。阮太太感觉讲，阮先生若要甲我祈祷，就有希望啊了后我就请来甲伊祈祷。到你祈祷伊叫我来教会，我就参伊来啊。道理一直听，感觉道理真好。后来阮就开始来信耶稣啊。我来信耶稣，我万年1年来洗礼啊！洗礼了后道理一直听讲袂使黑白讲骂，任何人拢袂使骂。这若骂就是骂着耶稣。我听即句道理我自己讲过来我就开始毋敢佮阮太太吵。即句话都毋敢甲吵，到即马拢也毋敢吵。是。毋敢甲骂，歹听话嘛毋敢甲骂。感谢主。就感觉翁仔某感觉过得足快乐。那就是天堂同款啦。这实在若无主要所真理甲伊即个圣灵的溃烂甲咱改变，互咱有即个能力来赢过这即种这种拢是一般的即个习惯嘛，已经变做歹习惯啦。讲若无错2句也无讲话啦，对吧？这哪有可能？婚你讲食较久哪有可能讲改起来？脚若准要拔的时阵，哪有好较简单就要改？球若要动，哪有可能？食较久了无去动，这若无主要所就无法度所以咱这宗教信仰毋是讲家己要做好就好啊，你要做好无一定要当互你做好呢。对。亲像咱较早这圣经罗马书第7章内面就是使徒，伊讲我立志要做神，有得我立志啦，但是行出来就无一定是我会当行出来呢。咱世间人敢是即种情形。像恁翁仔某较早未信耶稣的时阵，你的感受嘛是安尼嘛？你的这个实境实况嘛是安尼嘛？所以恁有深深的一个体会，就讲，若无耶稣基督这个拯救甲这个圣灵的溃烂，真正实在是无可能来改变这种是毋是安尼？所以你嘛看到恁太太这个好行为的改变你感觉这有影无共款后来你就来慕道啊，早慕道偌久你就我差不多较无1年我就来洗礼。我当时安尼，阮太太的身躯上看到耶稣啊，很好安尼，所以我就较紧来信耶稣。咱讲这个时代冤家相拍，翁仔某真济，较袂着要离婚小可一个口角就要离婚，起锅掂着病嘛要离婚。马桶挂安尼无掀起来，有掀起来嘛要离婚，小可代志就要离婚莫讲像这逐工咧照三顿冤家相拍，翁仔某咧莫讲离婚我看变冤仇人嘛有可能。进来听众朋友像咱招因这翁仔某即种的代志的情形，其实
真济即种家庭。是咱唔知影咧，咱听众朋友，你若听到即个见证，你真正就要赶紧来查考道理，来靠耶稣啦，唔好靠咱个人想要行善，要来改变咱的歹习惯，这是无可能。咱就要靠迄位有宽容耶稣、有宽平的主，这位救赎主这位疼咱的主，来感受伊的爱，来改变着咱咱才会当真正去得到平安。所以自从恁信耶稣了，就真正完全拢改变。那你讲这真正是来向咱所有咱全省这听众朋友向着世界真侪人来做见证，真侪人咧做见证，真正咱交恩少迄两个阿母伫教会内底真做热心的，定定安尼煮食啦咱安排啦也是讲访问啦也是讲对要去做圣工要见证拢无缺失的，只要讲有时间，绝对两个人做伙同心同行，毋敢一个尔，因两个人拢是有时间，就是两个人做伙行。伫教会嘛两个即外口见证做圣工分段单也是访问嘛是拢两个，无论去到倒位金门啦、平湖啦、南啦、北啦只要团队有迄需要，伊就是拢安尼两个无少重资家己出钱出力安尼，为主要所来做圣工。咱即摆毋是咧讲学老因两个，为虾米会安尼？这是主要所祈祷。所以直接来向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做这种见证，这是足实在的代志真正是安尼，所以真感谢主。若讲到这的时阵就从信仰所咱除了这个一寡歹习惯啦、个性啦、相拍啦，有诶无诶，这个改变以外，佫有啥物咱讲咱活人活这世间，咱嘛听说人诶时代嘛你嘛后生查某囝嘛，咱讲起来嘛，家己有啥物头路。虽然是安尼，咱嘛感觉讲咱心有余力不足，咱嘛去拄着一寡困难，敢是安尼？像讲食你捌拄着啥物种危险无？我捌拄着因为车祸危险。阮赛车的时阵，赛差不多100以上的一库速，真迄个冲犯道路，啥物人赛？那是阮小弟赛。恁小弟开。因为阮内底4个人坐这个司机台是。司机台内底4个人拢总有信耶稣啦。毋过虽然是迄个过节的时阵赛了伤紧，当然袂使赛遐紧。对。咱因为有时过节啦。对。后来发生这个车祸，怎变过变过了人边仔人看讲迄死一定死足大声安尼。对。结果阮怎变过了，阮拢无代志。阮当阵阮都也叫耶稣救咧。我讲哈利路亚，耶稣救阮了。阮的小弟就讲阮想迄摇哪，安尼怎好了，怎安尼变过？是。迄都是神的恩典啊，迄都是神的帮助啊。我你开这速度遮紧有可能敢若摇哪，无去甲你铺掉咧，共款甲你铺掉咧互恁无伫遮足大的撞击弄咧安尼。即若弄咧人一般讲这温死的，迄厝边遐逐个敢是看着讲这北港包死，这速度遮紧，佫变过。但是咱的感觉都毋是安尼，咱的感觉就敢像迄个摇篮安尼安尼甲你扶掉的感觉，咱无伫即个安尼受重的这个弄击安尼这嘛是主的恩典啦结果阮4个姊内底拢总无受伤，因为是我咧破皮。所以咱讲起来，咱开车嘛要小心啦。咱这国家有规定，市内到底爱开偌济若啥物种的道路会拢有一个标志，40、20、60、80、70、100这拢有一个，拢有一定的这种形数。所以有当咱人会较忽略淡薄当咧路当咧直好开的时阵，油门刹咧一直打拢毋知影到即摆是偌济迈拢毋知。也向咱亲爱的朋友，咱做来互相勉励，毋好开紧车。但是有当时咱就袂注意，袂注意，毋是挑剔的时阵，耶稣基督嘛甲咱拯救。为了这种代志，毋是咱挑剔的嘛所以咱会去体验着讲，主耶稣基督嘛是无甲咱计较，嘛是安尼伸出手来，甲咱保护，敢像迄个母亲咧保护咱红婴同款，互咱非常安全，无伫出个受了真大即个创伤。佫有啥物伫信仰所了，互你感觉讲，主耶稣真正足看顾我，迄个代志无？我信耶稣了我就感觉讲耶稣真正会当过可靠。当然信耶稣袂当讲拢总无代志。像我食到63岁到即摆安尼，我也毋捌带着病院啦。这是神的恩典，是有够大。当然这最近无偌久就安尼去做工课了医生夫安好，安尼真艰苦，毋捌艰苦甲款型安尼用人用要分迄种型安尼啦。北来听，我再安尼迄个艰苦，我就袂晓形容，足艰苦安尼。我倒来的时阵阮厝内底的人，大家都赶紧要甲带去病院看。我就讲要看进前咱爱靠祈祷啦，
因咱有耶稣靠啊，你虽然做代志，咱若为我靠耶稣，耶稣一定会帮助咱啦。我就安尼慢车去，大家认真祈祷了后，才去病院。去病院了吼，医生一个照咧，讲你内底哪有迄四粒的，迄像番仔豆安尼遐大粒安尼，迄迄无好诶吼。迄医生就甲头讲就讲迄无好诶哦，安尼。我咱想起讲，阮一个阿兄伊段安尼，伊腹肚底去照诶时阵，有一粒安尼像安尼白白安尼尔，个半月就离开世间啊。我想讲安尼我要安怎？我一粒咧呢？安尼我就差不多过几工仔就差不多爱离开世间啊。毋过我靠神诶心会使讲。会使讲足大诶啦，我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即久还佫袂使去咧啦，你来帮助我啊，我即个病会当看会当免无，我是向你祈祷会当照你诶意思，莫照我诶意思安尼，后来大家祈祷了后，佫再经过几工啊，佫再去照电工，去照7遍，了后迄医生你讲。奇怪呢，那迄四粒怎啊无去，无遐简单，就安尼就无去啦。有毋过我无甲伊讲我是信耶稣啦，是其实是耶稣的恩典来临到我的身上，所以我即个病怎啊无去啊，了后就好去啊，甲即摆拢总无安尼。安尼前后几工的时间？前后差不多4、5天啊。你讲发病了一直较检查，我煞无看到迄4粒，即安尼中间偌久的时间？都经过3、4工尔。3、4工就有遮大改变。完全来靠耶稣来交托主啦无当这讲起来嘛是一项真无好代志，忽然间咧艰苦疼，捌破病，然后毋捌破病啦，真正破病得到足忝诶医生佫真正甲咱证实讲有真正有4粒迄种物件，迄是足歹啊。所以咱也捌看到讲咱家族内底有即种病例，也是足危险诶情形之下，所以伫即个时阵咱会当靠主啦，完全来交托主，主要所着赐咱意外平安，真正保守咱诶心怀意念以外嘛保守咱诶幸福诶平安。所以信仰所真好，感觉足快乐诶。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是毋是请教恩节啊？咱教会内底拢甲伊称呼三伯啊，这三伯安那来？我这三伯啊，就是因为差不多有20几年前的时阵有一个张国成传道啊，伊就去阮遐访问，听了阮遐地，我就甲叫三伯啊，当然叫三伯啊，咱信仰所有人拢安尼叫做感觉安尼足生男的迄种型的啊。我足少年啊，叫甲三伯。后来伊就这传道就讲，安尼这三伯佫好叫啊，伊嘛对阮的地府叫，叫了后，大家拢总叫三伯啊。比你较济岁嘛三伯，较小岁嘛三伯啊。所以三4代人拢叫我三伯。反正伫教会内底拢甲一个人共款讲到这个时阵是毋是请咱三伯？咱教完这甲咱做最后一个呼应。请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这个见证讲起来，是迄个真无平安的家庭啊，逐项拜甲拢袂平安啊。毋过当甲找到耶稣的时阵我才开始来信耶稣。来信耶稣了会使讲自头至尾拢正顺利啊，甚至佫家庭佫足好无啊，夫妇佫大家安尼足当心的啊。这是一个真正亲像天堂同款。咱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个见证的话，你若是有拄到厝内底，也是讲有朋友亲情拄到这个代志的话，你就赶紧甲伊介绍，较紧来信耶稣。信耶稣绝对真正对的，会当来平安的。来查考这个真理啦。讲起来，咱实在是人爱谦卑，真正无谦卑，伫主要所有这个带领之下来查考这个道理，来顺服这个真理讲起来，咱要改变也真困难所以咱当看出讲咱教恩节两个阿某，真安尼真顺时伫咧敬拜神，咧行这条天国路，最主要就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愿意倚靠主的心。所以咱拄着困难这种难免的，要改变咱的个性，实在是真困难来靠主才有法度。对。这困难中间伫病痛顶面伫危险的时阵，咱若有耶稣，咱伫主内面，主耶稣绝对甲咱拯救到底，咱都毋免惊。咱听众朋友，咱也听到教恩节阿某所见证这个辛苦的见证，这个诚实的见证咱听众朋友有时间去到各所在，尽量所教会来查考这个道理。最后呢，你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伫空中甲喜信做伙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求主耶稣咱天顶的真神来祝福你甲你的全家，咱做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救主，永在天父，至高主，你统管着天地，你用大能创造世界，
由以你的权能托住了万有。你是全能慈悲的真神，你是拥有阮全人类的神，也是阮人类患难中间的倚靠，是软弱中的帮助，是阮悲伤的时阵的安慰者，病痛中间的帮助。活命伫你内头，你是活命的光，迄个光是真光，要照亮着一切活伫世间的人，来接受着你福音的光照。主啊，我要尊重你，来高举你的性命，因为你本为大，该受大懊恼。我要称颂你威严的尊严，甲你奇妙作为。伫相信你的人，你要为因行奇妙的事，成就一切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因为伫你实在是无难成的事。什么神会当亲像你这样至圣至勇，可懊恼可敬畏呢？施行奇事呢？主啊，你是亲自关怀阮世间人的，是伟大真神。你乐意拯救、施行主爱，并且按照你的旨意看顾所有信靠你的人，对今生一直到永远，也无人会当来甲你相比的。独独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实在、今在、以后永在权能者，永远的王。主啊，我要学到你，因为你不但掌管着阮生命中间每一件大代志，也管顾着阮生活中间每一个细节。其实一切呢，拢有你美好安排。阮相信伫你智慧中间为阮所安排，最后阮回头一看，拢是真有意义的，也有造就的。阮若是会当顺服来相信敬拜你，来接受你的救恩，一生来顺服你真理的带领，阮就会当得到你所赐的平安。福气呢，也得到要能够相信你的人，阮的活命也要得到对你真理来改变。感谢主，因着你的带领甲安排，互老少贤兄弟阿母呢，会当有这个机会伫空中见证，来分享你互因的救恩。求这所祈祷，你是因祝福带领着阮亲爱的朋友，也有这机会来白白来领受这种恩典。愿一切荣耀、福乐、颂赞、带领甲救恩，拢归到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门。真感谢咱天地的真神咱这样节啊这样节嘛，两个会当播出这样宝贵的时间，会当来咱节目呢来分享着耶稣基督这样大恩典。咱望有机会，过来邀请伊来伫空中来开讲，来分享着主更较侪恩典，咱大家平安。平安。